高公我对个各位风是2025第8个主角上嘅，今天持配一则背后的都市回到山疗下重新做业。俺不是头期呢，我都拜上拜托白宫是在屯路等路设备无毛，冇本家乡的人地地讲自体过来嘅，也讲出的农村自体归家乡归复杂的心情。路亚乡是在讲系草地卫所当中的草地卫所。后生人爱归家乡，咪系艰难，所以如果到现实环境嘅因素，同路卡人朋友之间也有许多会有冲突、爱闹交嘅所在。接下来看下先偏向后生人归家乡，有按多乜嘅情感爱过呢？打开农场街。天天小溪悄悄地散开来，绿叶饱满的包围一定将个色身弄走出来嘅。我满地色素会上两百斤啦，讲正经的啦。拢正经的色啊，做了成酱啊，嗰好食啦。红色的系红曲，黄色的系番瓜，掉彩色的系乌诶。了个里边包围虫的系针对菜叶的棒牙刀诶。这个。无农药、无肥料，自然农法的呢，这个啊，你看，你也是我不卖啊麻烦，而且我不嘛弄打弄到很感谢了，你也是弄到。今时我用清纯、清淡地为好食材，刘秋香同佢老公用了10年的时间，在5年的60山路整出了包围馒头的好名声。成为鹿野乡最有名的特色商品，品牌是打出来的。不过1年多前，佢嘅老公过身以后，刘秋香就因讲甜的冇做嘅。系啊，我今日我来都，佢都讲我地不卡啊，佢地不卡呢度停佢做。唔係食就係切，阿冇就係菜面粉整包嘅饅頭。劉秋香認為也根本就唔係頭路，故所拉嘅想去接數來做，而且唔認同。唔係講不要帶在身邊，放假就得轉來啊！唔係講未設發展嘅頭路啦，我係咁嘅意思啦。像劉阿太家鄉照顧老人家，係生意呢有心愛顯好，佢當然嘛啲。我來嘛真有效啦，佢就上講不卡阿公90歲啊，愛個唔曉時差，唔曉起差，我個都唔曉，所以佢就係不卡安啦。我啲佢真有效啊。頭前呢睇處理食材，最後就營養講，劉阿太種下根本就冇發展啦，就連土本樣都有問題。對生意呢安尼嘅天，劉秋香又喺度睇草地嘅做野外嘅矛盾，行過唔判定。我们希望他到大都市去发展。怎么讲呢？大都市，人都讲啊，今仔出去嘛，税务啊。那你很矛盾啊。系啊，因为地点我讲正经的啦，头部要么很简单，我头部要么很简单呐。可能係因為其他選擇的一條人唔認同。又唔知啊，做嘅成功啊唔成功嘅回鄉路，佢嘅採訪嘅過程對20頭到日頭落山，劉秋香嘅奶爺宋立偉仲係一句話都唔講，頭前嘅出出入入，前場我用行動來證明其他嘅想法。你現在被老闆念，頭有點痛。老闆很兇呢，看不懂。老闆會很兇哦。兇。你在說你自己啊？我他老爸了。你有。因喺茶園聽數摘茶，因演其他嘢嘅，佢喺古來接阿哥留下來嘅爛蛋咩？新港頭以電動怪煙嘅後生嘅，綠葉茶產業嘅第三代文建議。我等講，我哥哥第5合作啊，他1個月2千的人聽，領5000塊做2年，已經算很佩服他了啦。我說實話，因為領5000塊又交一個女朋友在新竹，
你还剩多少钱可以过去1个月？没，这，哦，我要死到位了。7年前，文庆伊阿哥嘛是回到家乡，同家爸听讲茶叶。虽然一整日抢2,500的人，但是3万的将不开茶叶面积对1公顷扩大到5公頃，最后还是因为钱太少无拉用，在18月离开了家乡。他的意思就是要把你们逼走，不要让你们回来的意思。没有，他很希望我们留下来哦。可是我们小孩子就想要问他一句话：领这样的，给我们这样的薪水，你却说想要我们留下来，我不懂为什么。虽然最后浓的迎怪宴，不过因为阿公喺路亚乡第一个开茶工厂的人，1801年阿哥将离开母家，本单喺医院内做物理治疗师。一整日2个多4-5万元的文庆伊，就手推动路亚的茶文化，日给日的模特，穷年的7月呢，佢就过来接的。我们家是台东县的第1间制茶工厂，假如连台东县的第1间制茶工厂都没有这个我们讲历史的传承，连第1间茶工厂都没有人愿意回来做这件事情，那以后台东鹿野的福禄茶以后要怎么讲解？第一间茶工厂在哪里？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有做了。也下文庆伊一整日抢2万的人，家爸知道安尼就请拉用的，不过对已经有半娘子的佢来讲，3千唔拉。用子也看法和个想法是在侦查太太的检查师。因为以前我阿公的那个年代是你回来做工，你家里是不能拿薪水的呢，你回来做工是应该的。但是他坚持，我爸也可能也坚持他的这个跟我阿公的理念一样，就是说你回来工作，我有给你钱就不错了呢，你还跟我讲太少，什么不然你出去就好了啦，你家里跟我意见都不合好了，不然你出去做好了。清早就回到家乡的廖中轩。对几多家乡要遇到乜嘅問題，先講頭清清楚。基本單嘛係想等到7到50歲嘅退休嘅，就個幾多路也養老嘅。不過可能7大家鄉因乜嘢，也愛有一年嘅老嘅，故所同本樣參詳，提早20年幾多家鄉。我如果說回來，第一個能夠幫家鄉做點事，第二個我能夠陪老人家盡點孝心。賣這喝雅郎的喝啊，我還是可以過得很好啊，所以30歲就決定回來，87年底就搬回來了。1、2、3，回到家鄉就從潛到見，做起事來就加貴實槍。用公婆開始成立文史工作室，落身來做沙期演出，透過技術導覽，幫下那多人認識路亞鄉。所以我们在世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一直到偏乡去做一些服务，那也开始学一些技能，就是怎么去改变，怎么写计划能够让地方活化。从大概原来就有一个想要帮忙的心，到后来真正找到方法了，我们就开始做给村民看，开始做给大家看。那大概村庄就这样慢慢爬起来。拜拜，好的。回到家鄉已經19年了，沙期演出嘛搞出嚟好成績，永安成為全國的模範沙期。幾多年將5歲妹嘅廖怡婷，一下已經大學畢業嘅，嘛過來天天也愛向下體做沙期嘅工作。佢看起來仲係少頭少面，喺幾千年人當中出入，聽書做到嘛嘅。畢業前就在做這些事，只是後來變成全部時間在做這些事情。對，就是之前放假回來的時候，就還是會，或是什麼暑假寒假，就是做的事情差不多啦，只是以前是假日在做。有野外大安好嘅基礎，韓國全力的支持，那看到佢喺幾多家鄉一定好彩嘅人。冇想到我張夢佢講，因為古來咯，其實沒直順流。會想哭的點是什麼？
只是因为，怎么讲，就是还有外面的朋友啊什么的，就是会拉扯啊，可是因为家里还要帮忙，就很麻烦了，要选择。他们就是也很辛苦，然后也需要有人帮忙，这样子。就我知道，就是必须要帮他们。这一箱应该是盘子。原来是本单计划好，会同依婷乡下几多家乡打拼的男朋友，是因为也系破片的，希望依婷做得皮体嘅顺风。不过，依婷又唔盼得也会按辛苦。在24岁一定长存的小日子嘅，讲到归家乡，开启亲情同爱情两头拢亲难比。没有很反抗，但是也没有非要不可，就是非接不可这样。后生人回到家乡，唔係搞神奇嘅，係親實際嘅。主題有不家人韓國朋友之間嘅情關愛歌。睇台東嘅路野，做農嘅人徛係99%，係草地當中嘅草地。講到回到家鄉，無論對野愛也係生人呢，攏係矛盾，攏係棒球。